午夜太陽大冒險，上回提要一家五口去咗 Hell 挪威一個小鎮，慢慢來慢慢領養咗隻寵物。一家五口嚟到瑞典嗰度，啲馴鹿可以自由活動，當地人會不停咁飲咖啡。細佬自行跑咗去瑞典北部嘅 Kiruna。細佬自行最鍾意砌嘢，特別係 IKEA 嘅家私，但有個大問題，佢從來唔睇說明書。三兄妹決定去著名嘅寒冰酒店大冒險，一間完全用冰同雪建成嘅魔法酒店。但因為而家係5月底，呢度係永晝，俗稱午夜太陽，個太陽係完全唔落山，一日24小時都咁光，所以完全冇冰。嗰間魔法酒店就咁魔法地消失咗。細佬自行收拾好行李，準備去露營，但突然發現一件好慘嘅事，佢唔記得帶帳篷。唔緊要，即刻跑去 IKEA 買咗個便盒裝嘅帳篷，心諗搭帳篷有咩難，我識 ，so easy。去到寒冰酒店附近，細佬自行興奮地打開個帳篷盒。Oh no！ 咩事啊？到處散一啲木棍，奇怪嘅螺絲，仲有一本好似維京符文嘅古老說明書。慢慢來慢慢嘆咗口氣，問：你有冇睇說明書啊？細佬自行自言自語地笑，睇嚟就睇，我有 skill。2個鐘頭過去，細佬自行竟然砌出咗個書架，而唔係帳篷。細佬自行搖頭，睇落去都幾靚啊，但我哋瞓邊度啊？呢個時候，午夜太陽咁光，奇怪嘅事開始發生啦。時盲症，因為天一直都唔黑，細佬自行完全冇時間觀念。等等，而家係朝早、夜晚，應該食午餐定係晚餐呢？慢慢來慢慢大笑到，我哋已經成日冇瞓過覺啦。正當佢哋以為要瞓喺書架上面嘅時候，一隻善良嘅馴鹿慢慢走嚟，仲帶咗額外一個帳篷添。哇！細佬自行驚喜地說：瑞典嘅馴鹿速遞服務比 IKEA 嘅說明書仲正啊！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